我想讲，安尼小等再摕，我哪会知影去拄到因两个？即摆要安怎？即摆要安怎？叫袂精神，毋知会死啊袂啊？哈？死啊！我来去看卖咧。无死，心脏还搁伫跳的呢。无死啊！我来叫看卖。米莱老公，米莱老公，米莱老公。发生什么代志？迄是人咧惊鬼呢，啊，怎么你做鬼的人也咧惊鬼，干干叫？有啦，爷爷，你今仔哪无共款啊？你装潢这安尼红红的啊，啊，搁青青的啊，哪有伤鬼啦？啊，你来创啥啦？哎呦，爷爷心肝种软的，我唔甘愿讲恁两个做囡仔人走出来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无？爷爷唔知对恁后壁来甲看卖。啊，即摆出来吼，惊去拄到迄个什么禅师的吼，我唔知改变一下造型。安尼啊？啊，毋过吼，我拄好地震鬼脸啊，对无？啊，结果吼，我未来想讲吼，惊一个煞昏去了，要安怎？安尼哦，来，相我看卖。好。有影无？这无要紧，因两个就是摇了过机去啦。啊，即摆枵吼，搁互人惊着吼，所以即摆胃甲健拢刻刻做伙，暂时都比较好喘的。哎呦，我甲求免啊！爷爷，你唔着紧啊，紧袂透开我啦。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三八红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好好。我来时间一下法术，啊若无唔拄，你叫喷头皮大着加衰。啊。快快摇了，短嘞，先还摇了，你快小心哦，快摇！恁两个伤过超过哦！哦，头拄啊，阮两个甲你叫规波叫袂起来，阮爷爷小可用甲你喵，哦，你就甲跳起来，什么意思嘛？你从来逼阮两个对无？我咧逼恁两个，对啊，恁两个在咧逼阮啦。好，我叫咱要去山东啦，啊叫咱讲恁逐工爱等恁吼，要送物件互咱食啦。结果都无送来，害我后要枵死，你知唔知？就是咩？恁是安怎？阮两个枵伫山东枵死遐，才要送物件来哦。真是啦，恁两个恁水啊！阮咪无送物件啦，互恁食是有原因的啦。啊？有原因？啊？什么原因？啊，煞毋知影即摆外口当伫咧扫黑行动，啊，我这算老老毛，佫兼安底咧，所以我唔敢出来啊。老老毛啊！我想要讲，你可是大哥大的哦。我未来老公啊，我爷爷唔来是大哥大，那伊是吼市包区的区长啊。啊，啥物区长哦？那别区的我就唔知啦。啊，那迄管咧啥物咧车埔区的哦，迄我那管无保无啥较大啦。我怎甲伊使落？免讲无保，爱讲夜总会。你也想要大，你会做爷爷，你爱个带手机。老公，我送物件来互你食。啊，真实的哦。哎呦，未来老婆，你敢知影？啊，你吼无送物件来吼，害阮十个直直枵工吼无法度啊，记账袂牢啊，才等于阮兜做菜了偷食物件了。是的啦，是的啦，未来老公，迄有当时啊吼，较晚上啊，就是因为塞车嘛，他咧卡着两三点钟久咧，我讲有当时啊吼，若无法度的时阵吼，你家己才转去厝里食吼，啊袂过时哦。哎呦，你看，人是塞车，毋是条伫我爱送啦，真是对我有够体贴。未来老婆。你知道我在爱你吗？好啊啦，妈你死囡啊！真正要孝果啦，你若无孝，你会当大人当袂过啦。对，是啊，你讲你去因时常出现迄个山洞甲监视，拢无看到因，无毋对。经过我即2天的观察，因并无动静。这，原来安尼讲起来，迄两个臭小囝就白白去互救走去，安尼我是要安怎向水爷交代啊？是啊。大师啊，这位关老爷也已经大受气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伊喊我7天内爱注重这个中原交会呢，
伊若交袂出来吼，我想我死到我这头壳会对地啦。这，因三个若是无出现来讲，我嘛是无法度啊。啊，有啊，少爷，我想到一个真好的办法。要办法，你毋着较早讲嘞，较凊彩咧讲。啊，我著即摆才想到你咧。好，紧讲紧讲。少爷，我咧想哦，伊两个兄弟啊吼，真友好因迄个老母对无？啊，一定会定来等去看因老母。我即摆吼，才来去因兜吼，甲美行甲监视，利用吼因即两个兄弟来等去看因老母的时阵，全来甲伊杀起来。哎，有你，这是好办法。迄两个兄弟啊，时间若抓着了吼，咱才就从两兄弟引诱这三个鬼出来。到时啊，做伙拢甲伊拼起来。对，到时阵咱会当人甲鬼一网甲打尽。对。我相信啊，阿公两兄弟啊，一定无代志的啦。来，遮济啊，中这地两个吼。囡仔吼，啊，昨日暗偷走转来食饭，啊，咱想讲惊伊转来，煮较大卡咧等呢，结果伊煞无转来，害咱大安尼囥甲臭酸倒倒现煞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啊未？哎呦，老东西，袂啦，假使若有代志吼，迄李小姐也是咧烧吼，毋系走来甲你讲啊。你讲安尼，我是咧惊讲毋倒迄李小姐吼，若阁无赶去互因食，啊，因阁无转来厝诶食吼。哎呦，到时我迄两个后生家煞倒去5、4点咧山洞诶哦。阿你莫想遐尼济啦，迄是因为即摆官兵哦，掠遐尼严嘛，到时阵哦，若过一站嘛，因就会当平安倒转来啊。安尼吼，唉，自从阮囝无伫个好家，再有恁爸仔囝伫个遮甲我做伴演也无吼，我毋知要安怎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甲恁说多谢。哎呦，爱说声是阮，毋是你啊。阮吼爸仔囝倒遮甲恁责做，实在足歹势。哎呦，你千万毋通安尼讲哦，啥物咧责做？迄是逐个做伴啦，安尼我较有胆啦。啊对啦，红哥啊，啊你下晡就会记得搁去款一寡物件青菜吼，通啊煮较大较，等阮囝转来食。我知影。是啊，是啊。好啊啦，嘿乖，我枵到咧食啦啦，你搁嫌死？你莫厝里头前啊尔啦。啊，这真正枵到要死啊！你搁讲咱咧讲吼，我咧娘囝吼，逐工就死了啦。啊，今日又搁无摕物件来食啦，真正有枵的啦。无摕来就无摕来，无要紧啦，厝过20步就到位啊，行来。过20步咧，我来行啦。是啊，是啊。你创啊？你创啊？我走我看诶。对，是啊，咱去互撞着啦。这声吼，我看毋只是枵死啊，咱两个会去互讲死啦。